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2篇，哈巴谷书第3章17节到19节，路加福音第19章11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赏罚。保罗写给他的学生提摩太的书信末了提到了，至于我牺牲自己的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我离开人世的时刻。那值得竞争的赛跑我已经跑过，该跑的全程我已经跑完，该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。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华冠等着我，就是那以公义施行审判的主在基督再来的日子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要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到第8节，保罗表明了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得到上帝的奖赏，所以他终其一生的追求尽心尽力的服侍上帝。对于保罗而言，如果不服侍上帝，就是亏欠上帝，就是得罪了上帝。耶稣基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15章当中提到了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。若是不连结在葡萄枝上面，就会被去掉；如果不长果子，也就会被剪下来烧掉。若是连结在葡萄树上面且能够长葡萄的，就要结实累累。剪掉呢，基本上我们说那就是一个惩罚。结实累累呢，就是得到赐福，能够得到奖赏。但是我们在旧约先知哈巴谷书，我们就看到哈巴谷他抱持的另外一种生命态度，即便是没有果子生长的坏年冬，他也要因为上帝我的救主而喜乐。哈巴谷这样说道，即使无花果树不结果子，葡萄树也没有葡萄，即使橄榄树不结橄榄，田地不产五谷，即使羊群死光，牛棚里没有牛，我仍然要因上主欢喜，因上主我的救主快乐。至高的上主赐给我力量，他使我像母鹿一样脚步稳健，他使我在高山上安稳行走。很明白的，哈巴谷先知的态度是如同保罗一样的，即便是在监狱里面受困，他也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受难，他仍然要为主而活，要为主的救恩而喜乐。他所在意的就是在他人生最终的日子当中，上帝会对他说，好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要来思考的是，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奖赏呢？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惩罚呢？路加福音第19章11节到27节，耶稣基督说到仆人和金币的比喻。
这个比喻与那个3个领5000的、领2000的、领1000的仆人，这个比喻是类似的。路加福音第19章，耶稣基督提到了10个仆人，每个仆人都领1个金币。更不一样的是，在这个比喻当中，这个王非常明白地告诉仆人说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拿这钱去做生意，看看能赚多少。在这里有非常清楚的呼召，有非常清楚的责任与目标。然后更有仆人说，我们不要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王。可是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，就叫了所有的仆人到他的面前，并且就开始的审核他们的工作。这个整个的比喻其实是在预表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就是被犹太人在比喻故事当中的仆人所拒绝。但是这个不被接纳的王却要再度回来，这个预表了基督再临。他招了这10个仆人都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主就是要来审核他们的投资结果，或是领受呼召的结果。路加福音第19章记载说，头一个人上来说，主人啊，我用你的那个金币赚了10个金币。主人说，很好，你是个好仆人，你既然在小事上可靠，我要委派你管理10座城。第二个仆人也上来说，主人啊，我用你给我那金币赚了5个金币。主人就对他说，你也要管5座城。又有一个仆人上来说，主人啊，你的金币在这里耶，我用手帕把它包起来，因为我一向怕你啊，你是一位严厉的人，没有存放的你还要提取，没有栽种的你还要收割。主人就对他说，你这个坏仆人，我要用你自己的话定你的罪。既然你知道我是一个严厉的人，提取没有存款的，收割没有栽种的，那么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，让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呢？于是他向侍立在左右的人说，把他的金币拿过来，给那有10个金币的仆人。他们就对他说，主人啊，他已经有10个金币了。主人就说，我告诉你们，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走。至于不要我做他们王的那一些敌人，把他们带来，在我的面前杀掉吧。基督徒所要追求的当然是从上帝而来的奖赏，所追求的应该是上帝的接纳。一位好仆人就是应该在服事当中尽心尽力的爱上帝、爱人，直到末了，直到见主面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，不配进神国。基督徒应该要专心向前，没有旁骛的专心服侍上帝，专心到底，期盼上帝在审判中赐给我们
他的奖赏。诗篇142篇。我恳求上主的帮助，我高声地向他呼求，我向他吐露一切的苦情，我向他陈述一切的患难。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该做的事。在我行走的时候，我的仇敌张开罗网，要陷害我。我左右观看，找不到朋友来救助，我找不到逃脱的路，没有人关怀我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求助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今生所需要的一切。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，因为我沦落在绝望的境地。求你救我脱离欺压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。求你救我脱离灾难，让我颂赞你的名。义人将环绕着我，因为你恩待我。求主帮助我们尽心的服侍，成为上帝口中好又忠心的仆人，将来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冠冕奖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